一直我查了。学生微信。你们知道吗？我有没有跟你讲过？以前我以为说，我想上面人可以看我迄影片啊，一定无人去看，啊点阅率用足低，结果低虽然低那个点阅率低虽然低可是还是有人你不要，你看人家网红一次几十万的。那我们这个一次是个位数的，可是我那时候就接到一个那个奥地利来的，我们去他是宜兰人，然后他奥地利去留学然后他正好研究就是语文方面的，所以他说他每一集都看然后后来看他还透过 message 跟我联系，然后说他要做论文，然后希望能够采访我。好像在奥地利都要半夜不过也没关系反正离职而已采访我要用到他的论文里面，后来我才知道虽然点阅率低了，你想在拍什么？我眼睛。那个口音。二来。我感觉你有要喝水吗？你有要喝水？到这里讲话。有没有鼻子？给我一些。没有了。对准一点。要不然是这样。来，还有一个，我们远航马拉松跑一跑，没多久远东航空就到了。一些嗨，那你看攻坚 Ocean and Automobiles Interaction 海洋跟大气的互动潮汐、海、波浪、会、洋流 Ocean Current 这三个潮汐课文今晚讲的是七美双氢食物，它利用潮汐涨潮的时候鱼游进来，你容易进，很难出去，很难出去。这是利用水位变化啦，当然我们钓鱼也是。好，这个是潮汐，潮汐咱进行讲回来。再来，波浪，海波浪海波浪。这个波浪你在海边。会看到那波浪。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把船去了旗津海水浴场。那时候做细汉我多小忘记了，但是就是小到还没有穿游泳裤的年龄，就是只有穿短裤，他就到海里面跑来跑去。还有我爸就跑到深一点的地方，因为海水深一点的地方它就没有那个浪打过来。我爸很厉害，我爸可以这样子就直接躺在海面上睡觉。后来我也可以啦，你可以当青蛙买，红熊起海水也当，游泳池袂当，是安怎？你看过吗？海水密度比较大，我们人的密度大概就是1上下，所以你今天如果吸满气，你的体积膨胀，空气的质量很小。你平均密度就会小于1，你就可能在水上面，或者小于海水。如果你在什么吸膨胀，通常是男生因为脂肪比较少，皮下脂肪少，所以男生的平均密度会比女生略高一点，所以男生比较不容易浮起。你像以前我们家到游泳池去。我爸、我妈、我妹3个人都可以躺在游泳池的水面上睡觉。但是我不行，我脚会沉下去。我上半身可以浮起来，脚会沉下去，所以我要在游泳池睡觉，我就要脚勾在游泳池旁边。在游泳池睡觉会吓到管理员，吓到救生员，救生员在那边一直看你，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还活着吗？可能海水我就可以，可是海水麻烦的地方就是你如果你要在没有海浪的就是没有浪打过来的地方，所以要远一点。你如果在远一点的地方躺在海面上很舒服你就顺着那个因为它的波就是它还是会有波浪，但是它是一阵一阵的。
打到沿岸才会变成海浪。像我爸就在远远的地方睡他的觉哦。可是，在海上睡觉也要注意，很危险哦，因为海流的方向哦，带你就被你等下一醒过来一看看不到岸边了，就你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游回来。无人岛生存。我那时候就自己一个瘦小的身影，然后穿着短裤，然后自己一个人跟海浪搏斗。然后我还记得一个浪打过来，我的人整个就翻，我的怀擦撞到那个沙地。幸好被冲上岸，没有被卷下去。然后我就会游泳。游泳就是会游泳，就把你丢到游泳池里面，不管你就会了。小时候弯板就是用这种教育教会我游泳。后来加罗杰海啸，前几年有个很有名的东南亚大地震，然后发生海啸，有没有？死了好几万人。另外呢，一准五节英国的高中女生，她那时候跟家人度假，离开平安前，她之前高中的时候，她就做一份报告是有关海啸。海底冒泡。一般人没有经历过海啸。海底冒泡。海底冒泡。然后海啸有什么症状？他那时候做报告的时候，他做到海啸有一个特征，就是水位会迅速的退走。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征兆，没有海底冒泡，因为跟他报告里面查到的资料是一样的。结果那时候他就冲过去，冲回旅馆，开始警告，包括他家人在内，还有旅馆的旅客。他就有大家听了他的话，那旅馆很多人，包括他家人，就先行撤退，就挽救回性命。就只因为他在学校做那份海啸报告，无上有机会看到海啸，没有机会啊。但是报告看到，他做报告不是乱抄，没有在看，然后他把那个记起来，就救了他家人，还有一堆人的30万人啊，31万人。咱来讲今仔重点，洋流 ，Ocean Current。你有看过迄个？迄个中文片啊，叫啥？海底总动员嘛。它的英文片名是《Finding Nemo》，那里面的一条鱼叫做尼莫。然后它里面有演到说那个他在海洋游的时候，然后就好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他们就所有的鱼群就沿着那个高速公路在前进。那个海底的高速公路也是可以在 Ocean Current 洋流所以咱有固定的洋流那有固定的洋流，这洋流是因为宇宙复杂，也有地球自转的原因，也有季风吹拂的原因。所以你看咱北大西洋的洋流，来看一下，这中国大陆、美洲，北大西洋洋流，它是谁安呢？一年四季都相同主要的洋流、大洋的洋流，一年四季都是一样你的沿岸流可能会因为季风有无同款的风向，但是这个金格的太平洋的这个洋流，拢是顺时针安尼洗。所以才有人做一个偏中性的实验，你看你要做无？你用一个玻璃瓶，无你写一个情书好啊。说谁捡到这封信的话，我爱你，然后就用力往海上丢过去，然后就被开了一张乱丢垃圾的罚单。果然，你很膨胀。这瓶子都流了，然后你就等了几个月之后呢，然后就有一个人拿着瓶子来找你，说他收到你的情书了。
就一看是一个非洲的黑人。对不起，哎，不可以有种族歧视哦。主君，主君，有时候低估。那个真的有听说美国高中生做这个实验，他就写这封信，他不是写信出来，一起加工，因为在做实验，所以上课有这吼，你爱记讲，你再来捡到时间，然后呢，请他联系。就过几个月之后，真正有人确定，连日本吼确定。当然，伊的语言是写7种语言哦，他除了英语之外，他写了7种语，因为惊扣着人看。这个洋流一瞬间风涌，对，漂洋过海，而且没有被鱼吃到肚子。然后被人家捡到，这个品种性的，所以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研究洋流的，他可能那时候在研究洋流。后来来讲咱台湾家的，那个后头啊，我把它局部放大。我们台湾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一道这边起来的。非常。这个洋流，那个叫黑潮。想要叫黑潮，因为它把光线都吸收，它的海水很清澈，所以要把光线吸收。你知道，咱看起来呢，它乌就是伊的光线都吸收掉。好，伊哪个不，它做杂质哈，伊反射你会看到，伊较根。所以这黑潮吼看起来海水的色较清，所以咱讲叫黑潮。因为是迄赤道遐起来的，所以伊的迄个温度比较高，伊是算温暖的海水啊。伊若安尼起来，这都就是黑潮的主流。但咱台湾那业者吼，伊的支流拄好互咱台湾。甲分开，好，伊起来时阵吼，即摆就看到讲中国大陆沿岸流方向是什么？因为中国大陆沿岸流是受到季风的影响，被季风影响，所以今天它如果是冬天，伊的风向是安怎？冬天吹什么？东北风嘛，东北风回家来嘛，所以阵中国大陆沿岸流就安尼就来，安尼就来，所以咱冬天抓乌鱼，乌鱼爱寒的回家就来，回北部就来，所以乌鱼游到咱台湾的时阵，拄啊最北美，因为乌鱼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什么？乌鱼子嘛。不然你有没有吃过乌鱼肉？乌鱼肉很难吃。它最珍贵就是乌鱼子，所以乌鱼肉很便宜，但是乌鱼子很贵。它到我们这边最便宜，不过我们最近像紫关一带已经乌鱼越来越少了，因为都在前面被拦截了。可是你前面拦截没有用啊，你前面那个乌鱼还没有长大，还没有成熟啊，你前面给它拦截，它的乌鱼卵都还不够成型，不够漂亮，正好游到台湾这边。所以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像沿岸紫关什么那个一带就是抓乌鱼、产乌鱼子，渔民把它叫做黄金乌金，乌鱼带来的黄金。好，伊安尼就来，逢蝶这个黑潮的主流，它支流，它就把这个黑潮的支流迄个转弯 ，its turn 细回，所以到家的细回，在寒，it's cold, it's warm。所以温暖的海水只会影响台湾南部，
影响台湾南部。所以你会当看到咱台湾的寒天吼 ，in winter， 咱啊北北江纬度的所在哦，西岸啊东岸对接较寒。那伫北部遮，南部遮无差，所以才叫恒春，四季如春。因为支流影响，但支流到遮就转向啊，遮是寒的沿岸流了啦。但是主流敢有转向？主流一年四季拢安尼走哦，伊这温暖的，伊这寒冷的，所以呢，北部遮港纬度的东西岸对一边较寒，西岸较寒对无？东岸就比较温暖，这就有差哦。这个我们讲的洋流对天气的影响啊，洋流对天气的影响。所以它这边其实日本也是受黑潮影响哦，所以日本跟大陆内陆它比较这比较啊，日本长野，长野咱的迄个姐妹校里啊，听说又要开始交流了哦。我这里当教务都去过2年，我们教了好几届，后来因为疫情断掉。你们都可以看到那个日本妹妹来了。哦，你要来？黑针不是可以带回家？全校轰动将来。只有他的。什么领养？因为他们会随班哦。什么东西？那个有日本妹妹在的那班哦，那个扫地都有一堆苍蝇飞过。一堆人跑过来看。但是我们班有日本妹妹啊。有啦，搞不好也有帅哥啦。啊，可是我不可能的。叫出来就出来，叫出来。我不知道以前他们都不进来有的，因为他们是小学校，我们的姐妹校。你知道我们的姐妹校叫什么名字吗？我们叫国昌国中，对不对？对啊。正好跟黄国昌、时代力量黄国昌一样。时代力量还有一个立委叫什么？被起诉那个。徐永明有没有听过？徐永明也是时代力量的，之前好像还当过党首。我们的姐妹校就叫日本永明中学校。永明，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哦。你看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我们不是故意找的哦。长野县毛野市有名中学校，它长野是一个日本长野是一个很原始的地方，他们最早发现的日本的人种就是在长野县，所以长野县有一个博物馆。所以那个日本小妹妹会穿兽皮衣哦。没有啊，穿忘记那里最赞。然后长野是一个滑雪胜地，所以以前我们到长野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安排1天的那个滑雪行程，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在1月底那时候去，然后他们就会10月、11月那时候了，没办啦，那你可能没机会啊，不一定啦。以前我们在招募要去日本，明年不知道会不会。你们没机会啦，你们3年级了啦，1月已经过了啦。我以前招募的时候，还是真的会有3年级的去。那日本小妹妹哪时候来？长野是种稻米，但长野跟中国的新疆同样的纬度，可是新疆又只能种小麦。好，所以这个南宫哈，咱的气候，洋流影响气候，气候影响饮食，啊，因为你的作物去影响到了。好，所以我们台湾一样，到夏天的时候就反过来了，夏天就怎么样？换西南季风，对不对？所以这时候黑潮的支流就不会被中国沿岸流逼走了，它就主流支流都是北上，这是夏天，好，这是夏天。
所以夏天前来温度就很高，就没有冬天什么这一边比较低，这边比较高的问题存在。啊，主流支流都上去了。好，这个是咱的那个咱今仔讲的，啊 ，ocean and automobile interaction， 啊，咱今仔讲来讲。看来。